呃，其实咯，当然一方面是这个客家人，咱我假如讲，一样事哦，其实因为啊，头先讲到就讲在主流音乐界做事做几廿年、20年的时间哦，所以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讲做乜嘅，俺哋这个客家人，他平常听唔到客家音乐，我讲我是讲一般流行歌呀，听唔到客家有好多嘅嘛，怎么反而最多啊，但是弄冇客家歌嘅，我专讲去寻啦，人弹得到，嗰時就要冇唱也冇用亂發達，可能做一尋，又個去唱片行門啦，我真是有去唱片行門啦，係講有客家歌謠，你講冇我哋冇賣，係講善用嘅客家人很多，我們冇客家歌，你講都冇人去買啊，所以講有啦，有少數嘅唱片公司有出來嘅東西，但係在台北市嘅一個唱片行。基本上都看唔到啦，一時間啊嚇到一下的，所以用咩嚟所以客家人喺台灣唔會食啊，唔最冇講冇咁多，嘛要有地位嘛，事實上就冇，所以本來心態係衝擊，所以我一時間都有一個想法講我聽到想辦法嚟做客家歌謠。其實喺人嘅背景之下，我哋投入開始創作客家歌謠。因為大家講有去過一個音樂學院啦，有個音樂學院是做現代音樂學院，有喺台灣嗰度音樂院有去一間學校，喺間學校其實伊嘅音樂教育同傳統嘅冇乜相同，係現代音樂學院，所以講凡係現下我哋談到各種音樂類型比如爵士啦、藍調啦、搖滾啦、流行，睇下個學校地步如果接觸到，所以講睇下個學校就從頭到尾所以接觸嘅各種音樂嘅一個學習其實包羅萬象啦，相當多元啦，所以我轉來時間從事一個流行音樂就可以講唱片公司相安用嘅風格我都要發出嚟做啊！我個爵士咧、個搖滾咧，又一個民謠咧，藍調我都可以導演嚟聽書當然轉到我做自家音樂藝也係安尼當然，咱我哋個創業都講因為從頭到尾我哋去了解講，出拳嘅音樂唔係全部共用。意思就比如主流音樂，我哋一般流行音樂、泛語音樂同客家行業音樂，基本上就係冇相同。比如嚟講，我覺得音樂咪共用母語嘅音樂同客語嘅音樂其實冇相同。所以我轉到自家嘅行業嘅時節我要將我哋音樂嘅知識去尋到最適合行業。用行業演唱嘅一個方式來作曲並編曲，當然因為有東西限係有前提嘅範圍啦，所以我可以運用各種來了解音樂風格，所以每擺一聽到有新嘅東西出來，第一張專輯、第二張專輯、第三張專輯一直到近超過10張，所以我哋希望用不同嘅音樂來做一個客家音樂，我哋這樣發出將包括我哋自家嘅音樂嘅內涵，含有幾種客家嘅音樂嘅內容，可以更加嘅充實。